Insta360X5 設計有咩特別？作為360全景相機，當然有兩個鏡頭，每邊一個。有 mon 呢邊下邊有兩個掣，一個係快門掣，一個係模式掣。個 mon 同埋鏡頭中間有第一支收音咪，兩個掣下邊就見到錄影燈。冇 mon 呢邊有個產品名同埋另外一盞錄影燈，鏡頭下邊就有另外一支收音咪，有埋防風罩嘅。相機右側首先見到第三支收音咪，之後係喇叭，跟住係相機開關掣，再下邊就係唔係好起眼嘅 Q 掣快捷鍵，最底就係 USB-C 頭嘅蓋，有個箭嘴向下推，見到橙色即係打開咗，掀起就見到個 USB-C 頭，閂埋撳翻低。吞埋去，見唔到個橙色為止先叫刪好。相機左側有另外一個收音咪同埋個電池，電池上面有兩個掣，用兩隻手指連埋一齊就可以將個電池拎出嚟。記憶卡都係放喺電池倉呢個位度嘅。電池上面個藍色就係防水膠邊，就咁擺翻埋去，用兩隻手指撳實佢，見唔到橙色點，即係代表已經鎖好咗。機底有標準1/4英寸腳架螺絲窿，側邊就有幾個窿係預留俾快插配件嘅。最後機頂係乜都冇嘅。今日你就知道。